被操到培养客家传播人才，同时屯一个后生人来听书，不一定有机会接触传播工作。客家电视台连续第4年办后生强盛计划，今年办开业式，推动齐强员特别鼓励来参加嘅18个后生嘅，睇下2张日的培训当中，勇敢嘅问问题，学习本专业技能个进步以外，也更认识客家文化。第一，有上嘅第一。讲你是不是歌唱比赛都有嘛个没了解，全部做得问题哈。你所有的同事嘛非常欢迎大家，有嘛个事情哈，全部做得来打嘴鼓，欢迎大家，谢谢。第4届后生强盛计划对7月初2起始到8月30日，18个学员会分做新闻演讲、新闻采访、节目制作同行销计划也是太足。除了专业课程，也会分学员实际嘅参加新闻采访同节目制作，提供后生人相关嘅职前训练，希望培养更多客家传播人才。